開個細路女佢。救我啊，狩獵人！你哋兩個做埋啲傷天害理嘅嘢，小心被 FBI 拉啊！有信心贏嘅，因為大魔係會讓佢咯。我睇佢好多次㗎啦，即係啲屁有冇咁臭啊，有冇咁多粉啊，即係唔會係咁起勢撳啊嗰啲啊。你知啊，真係啊，大魔係渣嘅。大魔阿慈都大你咁多年啦，大你8年啦，冇可能㗎啦，用力啦！咁我哋咧遊戲要開始啦，咁你哋要先揀下，究竟你哋要入邊一個嘅呼拉圈去射擊啊大魔啊嚇！好，我話你聽，我玩手塔遊戲多年，一定係企咗中間嗰個先，中間嗰個最穩陣。即係兩個都企中間。我哋兩個一致去喺中間嗰先。OK， 好，咁你哋去啦。射擊點啊？好，食波波。咁咧，而家咧又請大魔準備去橙色嗰條路線度啦。準備啦，兩位狩獵人準備好未3、2、1，開始！大魔，大魔，大魔好嘢啦！喂，垃圾！今次係大魔達到咗終點，弊啦！喂，你會唔會有啲渣得滯啊？你唔好講呢啲先啦！激死我啦！好，你哋過嚟先啦。係咁咧，你除咗輸之外咧，你仲要答一條問題噶，先生。我哋手上有關於食品包裝嘅問題，如果你哋答錯咯，我就會抽走你哋其中一個射擊點，咁想射到大魔就越嚟越難啦。問題：1973年 Nathaniel Wyatt 發明咗第一個裝到有氣飲品嘅膠樽，咁到底阿 Wyatt 佢係嚟自邊一個國家嘅咧 ？A. 英國 B. 德國 C. 意大利 D. 美國。其實你哋應該諗下嗰個咩 Nathaniel 似咩音？我都係從呢個方向去考慮。好，咁你哋可以傾嘅，你哋可以商量一下嘅國家。 D 係 D 咩啊係美國。 ？D 啊！好啊，順利知啦，OK 知咯。好，佢咁 firm。先生，其實係我錯咗，佢立到我。你真係廢啊你！所以見到最尾嗰個係紅色。咁今次係比保奇亞嘅小智慧贏咗嘅，咁就冇錯。第一個答案係 D 美國。Nathaniel Wyatt 咧係嚟自美國嘅發明家嚟嘅，佢就發明咗 PET 呢樣嘢啦。佢係一個膠樽，佢又可以頂受到汽水入邊嘅氣壓喎。好處咧就係佢比起玻璃咧又更加輕，又冇咁易爛，所以 PET 都係偉大嘅食品包裝發明嚟㗎。你都偉大啲，我覺得。喂，唔係你搶，即係。Yoyo 公主啊，其實咧，如果佢出貓，你可以懲罰。喂，我冇出貓啊！我冇出過貓，我乜都冇做過，我企喺度㗎。我又覺得咧，雖然佢答啱咗啦，但係我覺得你哋兩個要罰咯。點解？哇！你好似好。你唔好講咁多嘢啦，我都好同意阿 Yoyo 公主嘅説法。Yoyo 公主講咩啊？就係是對的啦，嘿我1、2、3。哇！咁都會死。佢閉氣啊！冧咗。咁都會死嘅喎。小兒科對你嚟講喂，哇！咁多嘅喂，仲有餘溫喺度喂，仲有餘溫啊喂。好啦，咁而家我哋去第二 round。喺第二回合，兩位狩獵人繼續揀中間嘅射擊點，以保守路線作戰。大魔揀你嘅道路啦，係藍色啊！好，藍色啊！哇，你啊唔爆喎！喂，小智，大魔未開始行，唔準射啊！3、2、1，開始！大魔！有機會喎，今次！哇！我冇睇咁癲啊！爭少少贏啊！好啦，咁啊，你哋又輸啦。咁咧，問題嚟啦。19世紀嘅時候，罐頭之父 Nicholas 啊，咁佢就發明咗呢個氣密式嘅食物保存方法。咁啊，即係罐頭嘅雛形咯。請問佢發明嘅時候，佢嗰陣時係做咩職業嘅咧 ？A. 糕點師傅 ，B. 藝術家 ，C. 士兵 ，D. 物理學家。士兵，我都覺得係士兵，一定係。認同嘅你係？梗係認同啦，因為係真噶嘛。好啊，答案係
錯啊，答案係 A 啊，糕點師傅啊。哎呀，係因為1795年嘅時候，阿拿破崙咧就諗住用1.2萬嘅珐琅啊，去徵求一條橋翻嚟啊。嗰條橋咧就係保存食物嘅方法啊。咁啊 Nicholas 咧將啲食物放入個玻璃樽度加熱啦，煮熟之後咧就用個木塞塞住嗰個樽口，再用蠟咧就包住啦。咁呢條橋啊成功 sell 到，仲攞到1.2萬嘅珐琅添啊！因為你兩個答錯咗呢個問題，所以而家我就要抽起其中一個射擊點。而家俾人抽走咗中間嘅射擊點，難度再提升。揀好新射擊點就開始第3回合啦。睇埋大魔今次抽到啲咩路線先啊！哦，係橙色啊！今次嚟啦，大魔準備好未？大魔開始步行。冇人開始發炮喎，佢哋少少進步喎，好似肯定佢哋唔想救公主咧。好力㗎喎！哇，好弱喎！哇！ Double kill。難得一次打低大魔喎。好啦，你哋兩個翻過嚟先，勁唔勁？哇，犀利喎！今次佢哋兩個。估唔到我真係西門町神槍手啊！嗱，不過雖然兩個狩獵人今鋪係打低咗大魔，但係都需要答問題嘅。係喺中世紀嘅時候，人類航海啊，佢哋用咩質料嘅嘢去裝住食水同埋乾糧咧 ？A 係玻璃樽，B 係木桶，C 係陶瓷嘅器皿，D 藤籃。木桶。點解咁諗咧？因為我哋打 LC 嗰時，我有水，係啊，嗰個工人就彈出嚟啊！佢哋都係用木桶嘅。最後答案啦，木桶係正確嘅。我哋有玩 LC 噶嘛，佢哋我有水，一定係，一定係啊！你一定係水嚟嘅。國家升級。 You talk too much。Oh yes, I am。懲罰。哇！個懲罰去到咁跳嘅咩？佢我真係唔知個屁係咩嚟㗎，大佬。寶琪啊，公主話要懲罰你，寶琪啊。喂，一下算啦，好嘛？公主話咩咩啦，快啲啦！係咯，衰多口啊！呢啲叫做。好叻啊你！喺大魔強攻下，狩獵人戰績暫時1勝2敗，公主亦都得返2個氣球，剩低4個回合，寶奇牙同小智到底可唔可以成功守護公主咧？哦，係藍。今次大魔係藍色路線，中間戰術再次失敗。小智，你遠射能力得唔得啊？準備好就開始行啦！3、2、1 ，Go！ 喂，小姐，哇！你睇下，活跑單車嚟㗎你啊！點做嘢啊，寶琪？對住囉柚。哇！好跑單車嚟㗎大佬！喂，你夠膽行翻過嚟啊！你夠膽行翻過嚟先？我真係覺得你睇，你睇。喂，西一份大文，喂，西一份大文，認真，我覺得寶琪最尾係逼咗佢啲潛能出嚟啊！哇，大魔都過埋嚟先，真係今次出現呢個戲劇性嘅效果啊！係啊，因為咧無端端咧阿寶琪咧又叫翻大魔翻轉頭俾佢射喎，但係真係俾佢射中晒。大魔真係翻轉頭啊！大魔就真係翻轉頭，點樣先？係啦，公主可以決定下究竟呢一場嘅賽果係點咧？多謝你咁好人啊，所以你係值得輸㗎。咁啊，點解你覺得使唔使罰大魔？我覺得要喎，我覺得要淺嘗下咯，點都。錢財。我覺得應該全部人一齊罰啊！呢一個賽果咧，好小事啫嘛，你哋兩個都決定唔到嘅，所以全部一齊罰啦。咁啊，公主講到，我哋就冇聲出啦。唔好扮嘢啊！好啦，哇哇，係一種發毛芝士嚟。仲要係久久不能散去嘅味道。咁咧喺呢個
嘅時候咧，覺得幾辛苦都好啦，我都係要繼續問問題㗎。喺公元105年啊，阿蔡倫哥咧佢就發明咗紙啦。咁紙咧就係某類包裝嘅最古老嘅例子啊。咁究竟呢一個包裝係乜嘢咧 ？A 係無菌包裝 ，B 係防潮包裝 ，C 係硬質包裝 ，D 係軟質包裝。喂，點啊？你有冇頭緒咩 A 啊 A 啊喂，我見到你眼神好堅定，一 A 啊，定係 A。一定唔可以有菌啊！一有菌咧食嘢死緊啊。搞唔掂啊！咁啊，答案係錯啊！邊有咁容易？答案係 D 嘅軟質包裝啊！軟質包裝即係咩？即係你放入去一啲嘢或者拎一啲產品出嚟嘅時候咧，個容器嘅形狀咧會變形嘅。咁嗰啲包裝咧，而家多數就可能係紙啊、鋁箔啊或者啲塑膠咁樣嘅物料啦。唉，又少咗個中間嘅射擊點啊！你哋真係唔可以再答錯啦！你可唔可以換支槍啊？俾支勁啲得唔得啊？睇先嗱，俾你換啊我，你咪真係想換支槍先？得我暗爽一下啊嘛，試下啊嘛。我連新槍攞埋。好，橙色益咗你哋啦。好啦，大魔就話係。好奇啊！今次係雙刀流啊！係啦，佢做咩啊？哇！佢送咗個波俾你哋啊！嚟啦，大波準備1、2、3，開始。咁長？喂，等先，支槍壞咗。廢柴，邊個大撈嘢又唔識用？好，問你問題先啦。嗱，我哋通常食嘅薯片同埋零食咧，佢入邊嘅包裝都係裝咗氮氣嘅。咁到底佢濃度要達到幾多 percent 先至係屬於食品級呢？A 95%，B 97%，C 98%，D 99%。95嗰個機率大嘅。我就知答案咯。你講啊。我話係 D。信唔信公主真心？ 95。我覺得公主咁任性，一定唔嗱，95係 A 啊吓， A 公主係叫你揀 D 啊吓。好，咁你最後答案係？唉，信埋你今次 A。 A。唔係 D。 D。Hime-san啊，佢係食品包裝國嘅公主，咁應該佢講嘅當然係啱。我咪講 D 咯。竟然唔信公所以主你哋兩個都錯。係其實我哋食嘅薯片包裝入邊大部分都係氮氣，所以係99%。佢除咗可以防止食物咁快變壞啦，因為少咗氧氣，佢亦都唔會氧化，所以佢係可以延長到食物嘅壽命，同埋可以令到你嘅薯片長期脆啲㗎。好奇牙冇咗慣用嘅射擊點啊，睇你點先啊！好啦，又攞走你哋一個射擊點啦。嗱，我哋而家剩翻2 round 啦。如果你哋嚟緊呢一 round 贏咗嘅話，保護到公主嘅話咧，咁你就正式贏噶啦。OK，咁你真係要加把。今次係黃色啊。你估係黃色？小智咧？我都覺得係，因為真係冇出過黃色啊。係啊，要出嘅，要出啦，要出啦。咁啊，你哋去揾你哋嘅射擊點啦。好，如果係藍色咁咪大鑊。兩個狩獵人喺關鍵回合都揀晒同一邊嘅射擊點，到底搏唔搏得贏咧？夠膽抽黃色，同我堂堂正正嚟個對決。夠膽嚟到沙發自己身上嘅所有波，直接挑機啊！佢哋。大好氣喎！喂，大魔唔射佢哋喎。佢唔抽添啊！咁而大魔啊冇抽波啦，直接咧就接受呢一個挑戰啦，揀黃色啊！究竟呢一 round 佢哋贏唔贏到咧？大魔準備好未？好啦，嚟啦，準備1、2、3，大魔！好，大魔唔驚。Double kill。哇！贏咗啦，贏咗！